先继续来看云林有一间养养院，每一年拢会举办着单车环岛的活动。今年已经第一站出发了，其中有一对来自台南的小兄弟啊，因的愿望就是想要靠家己的力量，骑车返去厝看妈妈。院方特别安排，互因达成愿望。 云林的信义育幼院自2007年开始，逐年拢会带囡仔骑脚踏车环岛。今年伊嘛特别规划带囡仔到无同的所在做社会服务。今年呢，我们也结合了台南华山基金会，让我们让小朋友也能够去照顾老人关心老人。屏东的伊甸园照顾身心障碍的小朋友，还有去多拾垃圾啦、捡炭这样。今年有一对台南来的兄弟啊，是头一届参加，因一直想要靠家己的力量骑车回去看老母。院方这届嘛专工替安排。我们就是参加10次的公路训练，有8次是平路，有2次是那个山路。然后这个训练是值得的，大概就准备了我们写的卡片和一束花。院方表示，这个环岛拢是予囡仔挑战家己，因按算用8天的时间完成。若是大家伫咧努力拄着因，请替因加油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